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4月份我返咗香港，參與第一屆中文70試譯本翻譯學術研討會。咁呢個學術研討會咧係喺崇基神學院舉行嘅，喺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咁其實就可以話咧係第一次即係就住中文70試譯本嘅翻譯咧有咁樣嘅學術探討。22號晚咧就係一個晚餐嚟嘅，咁主要嘅會議咧喺23、24號舉行。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好有意思嘅研討會啊！會議當中咧有兩位嘅講員啦，一位係 Dr. Robert Hiebert 咁佢其實係一位即係學者咧，參與好多70試譯本嘅翻譯。咁而家喺英語世界70試譯本嘅英語嘅翻譯咧，其實最常用就係我哋叫做 NE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就係現代嘅英文翻譯啦。其實咧係由一個國際嘅70試譯本嘅組織贊助啦。咁由2000年開始出版詩篇，就直至到2007年就出版咗整本嘅舊約嘅70試譯本。咁喺會議當中咧，Dr. Hiebert 係俾咗一個好好嘅簡介俾我哋嚇，咁亦都即係讓我哋認識咗即係喺翻譯裏邊唔同嘅狀況，咁係學到好多嘢嘅。咁有機會咧喺即係另一條片咧再同大家分享。咁另一位即係不可不提嘅就係Jonathan Lo 盧允熙博士。咁佢而家係 Ambrose University， 其實佢之前亦都曾經喺香港嘅浸神啦、中神啦任教嘅。咁同我一樣係教新約啦，咁當然即係佢叻好多嘅，其實應該咁佢好落力咧，係希望即係推動到一個中文嘅70試譯本嘅翻譯。咁所以即係今次嘅研討會咧，佢都有一個嘅分享啦。咁睇下將來即係中文會唔會都有一個70試譯本嘅翻譯出到嚟？咁係好開心去認識佢，亦都聽到即係佢呢個計劃。咁呢個會議其中一樣好開心嘅事情咧，就係見翻好多好朋友嚇。除咗盧允熙博士啦，亦都有崇基神學院嘅葉漢浩博士啦。仲有咧浸會大學嘅麥金華教授嚇。咁佢哋3位就係呢個會議嘅主力嚇，係佢哋發起呢個會議。咁當中亦都睇到佢哋即係好努力去聯繫唔同地方嘅學者，係好感恩佢哋有咁樣嘅計劃。咁另外咧亦都認識咗好多新一代嘅老師啦嚇。咁有浸神嘅林天佑博士啦，同埋中神嘅胡俊聯博士啦，都係第一次見啦，同埋聽到佢哋嘅論文啦。咁浸神嘅梁俊豪博士同埋信義中嘅黃漢輝博士咧，就係之前已經認識㗎啦。咁都聽到佢哋發表嘅論文都係好開心。咁仲有就係孫小霞博士，呢個係新認識嘅女嘅老師，係劍道嘅老師啦。咁知道佢係即係啱啱畢業就即係喺劍道畢業，又係留喺劍道去教書，都係好開心認識佢。咁唔可以唔提就係港神嘅謝錦林博士啦。咁就曾經嘅同事，亦都大家都係對於聖經裏邊嘅情緒嘅研究好有興趣嚇。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嘅代表咧，都係好豐富啊！你見到嚇亦都係有好開心見到即係有唔同階段嘅老師係喺個會議裏邊嚇，同埋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喺會議裏邊嘅文章啦嚇，即係發表嘅學術文章咧，都係相當有水準嘅。討論好深入嚇，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就係即係同一個會議可以不斷咁樣去討論希伯來文、希臘文同埋中文嘅翻譯嘅考慮嚇，咁真係覺得好滿足、好豐富。咁除咗香港嘅老師咧，仲有
其他地區嘅老師咧都有出席嘅。咁就包括廣東協和神學院嘅老師啦，Chen Yu 嚇，亦都有劍橋大學嘅老師Daniel Chow。另外就係清華大學嘅博士後啦，李子健博士其實係牛津畢業嘅嚇，咁之前開會都見過佢係一個非常非常出色、非常非常年輕嘅老師啦。咁我係澳洲啦，咁就另外亦都有牛津嘅一位應該係研究員 Donald Wong 嚇，咁大家都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嚇，但係對於即係中文聖經嘅研究啦，中文70字本嘅翻譯咧，大家都好有心嚟出席。咁所以即係其實好多呢度提到嘅人啦學者啦，其實都係非常年輕嘅，全部都係好年輕嘅弟兄，亦都係非常出色、非常聰明啊！咁所以即係同佢哋對話學到好多嘢。咁就另外其實仲有學生嘅即係亦都係嚟自唔同地方嘅學生嚇。咁有喺即係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讀緊書嘅呢位應該係蔡學謙即係佢嘅普通話嘅拼音蔡學謙咁就都有發表論文而且係即係好好嘅，即係佢個題目。咁中文大學有金文俊同學啦，亦都見到咧有黃家浩同學喺當中都有發表論文。另一位咧內地背景但係喺歐洲留學嘅咧就係蘇黎世大學嘅燕超瑜同學咁就亦都係非常出色嘅，佢語文能力非常之高。咁所以聽佢哋咧又覺得哇，神真係興起緊即係新一代嘅學生即係唔單止有新一輩嘅學者，亦都有新一代嘅學生而且即係大家嗰個學術水平都係即係好高，都係好紮實。咁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俾大家知道曾經有過呢件事喺香港發生啦，亦都即係如果我有時間咧，可能跟住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即係呢啲唔同嘅學者啦、學生啦佢哋嘅論文大概係講啲乜嘢。好，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